许家子弟，祭祖。我许家，昔日曾为上古第一帝族，一言出万族俯首。当年的祭祖大典何等盛况，可如今竟沦落得无人问津。家父于秘境失踪，生死未明。今日起，我许丘代父执斩许家。沈家沈天大公子到！沈家来人了，他们还念着旧情。想当年，若非老家主出手，沈家早已被灭门。如今肯来祭拜的，竟也只剩他们了。这就是曾经的地族祖池，跟个乱葬岗似的。奉我沈家族主之令，念许家家主陨落，后继无人，恐其祖弟被宵小觊觎。我沈家身为盟友，于心不忍，特此代掌许家，以为尔等先祖在天之灵。好一个于心不忍，好一个代掌，这分明是想兵不血刃，将我许家基业一口吞下。我父只是失踪罢了，况且我已接任家主，许家之事还轮不到外人插手。哪来的黄口小儿，也敢在我面前夜夜狂吠？就凭你们，也配谈祖宗？当年若非许家相救，你沈家早已灭门。如今，你们就是这么报答救命之恩的？我替你们守住这份家业，免得流落在外。这等天大的恩情，你还不磕头谢恩？哥，不要，你打不过他的。他是4级境，而我不过道宫境，整整一个大境界的差距。我若冲动，只会白白送死。可是，祖宗盟属，基业被夺，我岂能退缩？哦，没想到你这破落户里还藏着这么个水灵的美人儿。这样吧，让她给我做第18房小妾，我不仅放过许家，还让你当我做下的一条狗，如何？欺人太甚，真当我们是待宰羔羊？今日便斩你狗头！不自量力的蠢货，给我施！检测到地族血脉共鸣，上古地族传承系统开启，宿主将传送至上古时代，获得万倍悟性、万倍修行速度，修为100%继承。充能完毕，是否开启第一次穿越？若我此刻离开，灵儿和幸存的族人怎么办？他们岂不是要被沈天赶尽杀绝？请宿主放心，穿越期间，现实时间将完全静止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可以穿越到上古时代修炼，再带着一身逆天修为回来？理论成立。那还等什么？穿越！上古穿越之门开启，祝宿主好运。这是壁画上的许家第一地祖，我竟然回到了先祖的时代。
这个气息，飞仙术。难道我就这么死了？你是何人？为何会这伐地禁术？先祖，我称我为先祖？哼！仅仅是试图推演他身份，就差点遭受天道反噬。他来自另一个时空，莫非是我后世许家之人？不必多言，你的来历我已知晓。小子，我不知你为何而来，但你我既有血脉之缘，今日我便赐你一滴本源地血。仅仅一滴血，就助我直接飞升化龙境界，这就是先祖的力量吗？许家许丘，多谢先祖赐法。飞仙术乃我所创，今日便将完整仙法传你。记住，此术有缺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可轻用。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飞仙术，家族传承下来的，与它相比，简直是萤火与皓月。不对，这仙法虽强，但其中似乎有几处经脉运行的路线存在着巨大隐患，我好像可以将其补全。万倍悟性触发，检测到上古仙法飞仙术残，是否开始推演补全？祖史记载，第一地祖英年早逝，正是因为飞仙术的缺陷。若我能将此法补全，岂不是可以改变先祖的命运？飞仙术本质是以命换力，以凡躯伐仙位，但它原有的运功路径太过霸道，无异于自取灭亡。精血直冲12正经，以凡躯承载仙力，禁术反噬，根本不可避免。但如果将精血先行炼化为真气，再引入奇经八脉，分流运转，仿照周天星斗之势，这自杀般的副作用便可迎刃而解。这才是真正的飞仙术。这股气势竟比之前强了数倍不止，这是什么级别的禁术？不对，这气息分明还是飞仙术，可区区飞仙术怎可能让他战力暴涨至此？你这还是飞仙术？此地不宜久留，去我府邸详谈。妙啊，当真是妙啊！炼金血为真气，再以真气流转，模拟周天宇宙，这才是真正的通天大道，这才是真正的登仙之法。这等斩仙神术，就这般赠予我，我受之有愧。可愿与我结为兄弟？祖史记载果然不差，这位第一地祖果然是个不拘小节的武痴，但这也太离谱了，万万不可！您可是我的先祖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也对，辈分乱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既然如此，那我介绍我女儿给你。哈哈，清明，快来见过你许丘哥哥。清明，见过许丘哥哥。我未来的先祖竟然在向我行礼，这辈分全乱了。
先祖，您太抬举晚辈了。法不轻传，何况是此等真正的登仙之术。我既为你的先祖，又岂能白占你这后世子孙的便宜？清民伴混沌青莲而生，莲中蕴含一宗无上炼体秘术。今日我便以此术作为谢礼，亲传于你。混沌青莲，难道是祖史记载中早已失传，唯有第二帝祖那位横断万古的女帝才拥有的神魔炼体术？这是你的机缘，亦是劫难。此法霸道无匹，对悟性要求逆天。若你悟性不足，强行承载，轻则道基尽毁，重则神魂俱灭。你可敢一试？许丘哥哥，你要想清楚呀！许家子孙，没一个会怕。万倍悟性已触发，恭喜宿主领悟神魔炼体术。爹爹，我当时修成秘术用了3个月，他怎么一瞬间就修成了？以天地为熔炉，以万道为心柴，淬炼其身，铸就神魔之体，这才是真正的通天大道。怪物啊！穿越时限已至，即将回归原时空。先祖，我……不自量力的废物！今天我就要当着你的面屠你许家满门。至于你那个漂亮的妹妹，嘿，正好抓回去，给我当第18房暖床小妾。你就给我睁大眼睛，好好看着。啊！我的腿废了！少则长小心！糟糕，旧伤复发。罢了，我这条烂命，就算拼掉，也要护少则长周全。老不死的，就算你全盛时期，我杀你也如屠狗，更何况是现在。君叔，交给我。杀了他！给我杀了他！我要把他碎尸万段！一个连道功都未圆满的废物也敢杀我！我要让你许家满门陪葬！4级境，很强吗？这是什么肉身？你连让我动用修为的资格都没有。该你们了，我乃4级境大圆满，岂会被你这障眼法吓住？可笑！大公子放心，待我取下他的狗头。你说我该如何处置？你竟真敢伤我！我爹是沈万山，我们沈家背后更有圣地撑腰。你动了我，天上地下再无你容身之处。刚才不是还说要灭我满族吗？别杀我！别杀我！许丘，不，丘爷，丘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饶我一命。好，饶你。我的修为，我的根基，全废了。杀了你，还是太便宜你了。你不是一口一个废物，如今我让你用这废物之身苟延残喘，顺便亲眼看着我如何覆灭你沈家。把沈家大公子扔出去。族长，让我来。
族长，我们不是懦夫，那沈家敢欺辱我许家先祖，我们就是死也要啃下他们一块肉。说得好，我许家如今虽然没落，但体内仍然流淌着地祖的血，宁可站着死，也绝不跪着生。我许家上下共进退，都听族长吩咐。我要保护族长，要杀他沈家一个狼狈而逃。我许家能有这样的后辈，死而无憾也。我这一把老骨头，还有孙儿性命，都托付给族长，万死不辞。哥哥，我与你生死与共。从今天起，这许家的天我来扛，有我在，谁也动不了许家。军书，愿为许家赴汤蹈火。不要反抗，这飞仙术乃先祖镇国弟子创，调用的是许家血脉，经我改良后以臻大成，不知能否借飞仙术引出族人血脉，扫除陈戈。族长，我的旧伤痊愈了，还有修为，不仅旧伤全无，我卡了10年的瓶颈，竟然也突破了，而且一连破开2个小境界。爷爷，您的气息比以前强了10倍不止。果然成了。我许家血脉沉寂太久，今日我便以地族秘法，为我许家儿郎洗髓伐脉，重塑根基。灵儿，到你了。第二地祖的半生青莲，都说至宝有灵，这话果然不假。这枚莲叶选中了灵儿，去。自今日起，许家全族警戒，不覆灭沈家，一日不可放松。族长，我保护你。你这小子，族长哪需要你这小毛孩保护？一边待着去。哼，那我去外围盯梢，那沈家若敢来犯，我立马回来报信儿。也好，沈家随时会杀来，若有变动，随时回来通知我。遵族长令。家主，不好了，少爷他。丹田被废，经脉寸断，谁敢毁我麒麟儿？爹，是许家，许秋。传我命令，召集沈家所有武者，供奉客卿。3更之前，我要许家从飞云城彻底抹去，鸡犬不留。天儿，看好了，今日为父便为你踏平许家，血债血偿。我要许秋跪在我面前，看着我屠尽许家满门。区许家如蝼蚁耳，为父弹指可灭。哪儿来的鼠辈，也敢窥探？爹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狗东西把我从许家扔出来的。原来是许家的狗。天儿，你想如何处置？杀，太便宜他了。爹，断他双腿，我要他像条狗一样爬回许家，告诉许秋那个杂匪，他的死期到了。好，不愧是我沈万山的麒麟耳，够狠够绝，当成大事。许家的狗东西，敢辱我沈天，爬！给我像狗一样爬回你的狗窝去！许言，是谁干的？沈家杀来了，快跑！快去通报族长，沈家打上门了！
沈万山，你欺人太甚！今日我许家便是拼至最后一人，也要让你付出血的代价！聒噪！化龙，他竟然突破到了化龙境，完了，天要亡我许家！许家子弟听令，我许家没有孬种，与家族共存亡。一群将死的虫鱼也配聒噪？杀你们只需一念。军叔，退下吧。你就是许丘，我与你父也算旧识，按辈分，你当称我一声世伯。这许家不如交由我来执掌，如何？你也配？庶子，你父教子无方，今日我便待他，教你何为尊卑。上！区区道宫境，怎么可能强到这种程度？爹，他在硬撑，他肯定用了什么燃烧生命的技术。拖下去，只要拖延下去，他必死无疑。原来如此，回光返照罢了。对付你们，也配让我运用禁术？我许家万古前乃是第一地族，地族不可辱。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地族之威。这股气息，他竟然化龙境了！还有这道身影，这是许家第一地族？不，这不可能！小子，看好了！先祖这是在为我演化地法，一缕地位。竟然万族俯首，天下晋升，这就是先祖的无上符法吗？此法名曰鸿蒙断，可断肉身，断气运因果，演练到极致，可断古今未来天地鸿蒙。子孙许丘，拜谢先祖传法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！我乃沈家当代家主，背后更有子府圣地。怎么可能灭不掉你区区一个许家？许丘，你逼我的！此法旨蕴含圣地长老的权力一击，仙台之下皆为蝼蚁，给我死！这便是你引以为傲的底牌。法旨竟然碎了！现在送你上路。好，好，好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恭送先祖！恭送先祖！
今日起，世上再无沈家。军书，带人接收沈家一切，但有反抗者，杀无赦。遵族长令。遵族长令。族长，沈家这些年不知道搜刮了多少资源，如今全为我们做了嫁衣。有这些资源，不出3年，我许家儿郎人人皆可成一方高手。许元心智倒是不差，等他破入4级境，重塑双腿，许家可再多出一位顶尖战力。不愧是第2地组的半生青莲，灵儿这突破速度堪称坐火箭。我突破到道宫境4重了！这等天赋，连我都有些嫉妒了。哥哥才厉害，只差半步便可踏入仙台境。这种修行速度，就算是那些圣地的天骄圣子，给哥哥提鞋都不配。族长，那沈万山临死前所持，的确是子府圣地的法旨。我特地留了沈天一条狗命，他或许知道内情。带他过来。沈天，你沈家与那子府圣地究竟是何关系？别杀我！都是沈万山，是这老废物逼迫我来对付你们许家的，饶我一命，我什么都说。你有讨价还价的资格吗？如实招来，赐你一死。我都说，我的姐姐拜入了子府圣地门下，因姿色出众被子府圣子看中，收为妾室。那圣地法旨正是姐姐从圣子处求的。另外，我沈家还有一处密室，内有圣地的密信。你们看完后就什么都明白了。许丘爷爷，我错了，圣地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但我可以去求我姐姐，只要你饶了我，我是无辜的。走，去他所说的密室看个究竟。这气息是父亲的血，方向是东荒禁地远星渊。子府圣地法旨，令你沈家不惜一切代价收归许家祖地，事成可保儿族100年昌盛。好一个子府圣地，原来是看上了我许家的祖地，灭了沈家这条走狗，子府圣地这头豺狼怕是很快就要亲自下场。以许家如今的实力，硬扛圣地无异于以卵击石。族长，不好了！子府圣地，他们杀上门了！圣地，是子府圣地的仙人，一定是奔着许家来的。许家这次招惹了杀身之祸，也要步沈家灭门的后面了。好一个许家，竟敢动我子府圣地庇护的家族！纵然是他许家鼎盛时，也比不上我们圣地，更何况是如今屠灭此城，正好拿这些贱民的血来祭我刚得的法剑。赵长老，有劳了。无妨，一个连仙台都未踏足的家族，弹指一挥间便可覆灭。许家余孽，许丘，滚出来，顶死！
仙台镜。把沈家的人交出来。人没有，尸体倒是多得很。不过你得去乱葬岗找一找了。许家，该死！圣帝圣子的一位妾室而已，天赋就已经如此恐怖。杀，一个不留。好久没有大开杀戒，杀这些贱民脏了我的手，不过好歹能过瘾。我乃子府圣地内门弟子，你敢杀我？圣帝很了不起吗？放肆！区区蝼蚁也敢辱我圣地威严！跪下，自废修为，老夫留你全尸！我说过，灭沈家满门，那便一个也不会放过。覆灭沈家，家族气运提升，第2次穿越充能完毕，宿主可随时选择开启穿越。杀我圣地之人，今日本座判你死刑，9族同诛。连仙医境界的长老都来了，看来这子府圣地对我许家祖弟当真是势在必得。不过也要看你们有没有资格吃得下了。此乃我圣地无上秘术，紫气东来，能死在此招之下，是你这蝼蚁毕生的荣耀。庶子领死！正好，也让我试试半步大能的成色，看看你这圣地的老狗，想夺我祖弟，究竟够不够格？长老出手了，你们许家完了！我要第一个杀进去，把你们屠个干净！长老！小畜生，能逼我动用本命神兵，你足以自傲赴死了！就这，你敢！庶子，你竟敢！庶子，今日我不只要你死，还要这飞云城这满城蝼蚁为你陪葬，见证得罪圣地的下场吧！完了，长老启动了圣地禁忌重宝紫黄州的灭城主炮，快跑！这一击之下，100里之内万物成灰。实力还是太薄弱了，以我现在的修为，硬扛着非洲，十死无生。许秋，既然你自己找死，就不要怪我了，去死吧！你不讲武德，也就别怪我开挂。叮，第2次上古穿越开启。怎么会这样？先祖明明已经得到了最完美的飞仙之术，镇古城为何还是破了？许秋哥哥，青莲，昔日的小丫头，如今竟已与族史中的女帝一般无二了。
有多久没人再叫我一声清明了？许秋哥哥，你一点都没变。过去了多少年？第一先祖呢？1000年，父亲未能踏出那最后一步，他身化戒备，镇压禁区，换来人族千载盛世。连真挚完美的飞仙术也无法改写结局吗？这是戒备异动。禁区之主虽依旧被镇压，但一些小鱼小虾却循着空隙钻了进来。小鱼小虾，好大的口气！你也不过是大圣境，杀你，本座一人足矣。七圣降临，就是为了确保你这地祖血脉今日彻底断绝。地祖之女的味道，不知道尝起来如何？许秋哥哥，快走！那你呢？我来拦住他们。看来我刚好穿越到第二先祖被万族围杀的时候。若是我就此逃走，清明或许依旧会成就女帝，但许家儿郎战死者众，却从无逃避。化龙境9变，哪来的蝼蚁？我只要泄露一丝契机，就能让他神魂俱灭1万次。人族真是越来越可笑了。许秋哥哥，别怪我，为了人族未来，你必须活下去。既然你叫我一声哥哥，那么今天我便替第一先祖护你周全。哪来的虫子，甚是聒噪！清明，借我1滴血。上一次穿越，吸收了第一先祖的地血，早已将我推至化龙9变的巅峰。回归现实后，我覆灭沈家，又越阶斗府，道基稳固到了极致。清明的这滴血，足以助我踏足仙台。临阵突破，想用天劫来威胁我等，可笑至极。你小小一个化龙境的雷劫，对本座而言，连挠痒都算不上。这雷海，给吾洗个澡还差不多。这不只是龙化仙台之劫，当中竟有因果。看来我赌对了。上次穿越，第一先祖仅仅是试图推演我的身份，就差点遭受天道反噬。如今，我这来自未来的不速之客，竟然在上古突破，引来的天劫应当恐怖之至。这可是跨越万古而来的天道抹杀。诸位大圣，今日送尔等上路。这绝无可能是化龙天劫！这股恐怖的气息到底是什么？天道因果，这根本不是渡劫，而是天道要抹杀之，十死无生。
快逃！走得了吗？堂堂大圣之躯，竟然连片刻都无法支撑，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何引动天道灭杀？必须化龙净化，不足挂齿。以天道之劫断神魔体，这才是真正的以天地为主。我怎会死在虫之手中？我不敢！我不敢！地族之女，你不要命了！这雷劫不分敌我，你若拦我，也唯有陨落的下场。今日斩三圣，以告慰父亲。杀！不，饶我一命！我发誓。魔元族永世不再踏足人族一步。我乃天地眷顾的天雷之灵，岂会死在雷劫之下？还是太勉强了。我也要死了吗？许秋哥哥，别过来！这雷劫不分敌友，你若是靠近，也必死无疑。世上只有你能再叫我一声青年了，我又怎么可能看着你死？今日。我与青莲本体赠许秋哥哥，助你化龙成仙。原来如此，这混沌青莲竟还藏有这等机缘。太好了！君日，你成就大圣多少岁月了？仙台境界，3步一道坎。每一道坎都足以困死无数天骄，仙3斩道，我耗时200年方才突破。如今仙6大圣界已止步不前500年。送你一场机缘，助你迈入仙期，踏上那准地之路。你说什么？混沌青莲，运万物生灭大道，有不死神药之功效。想要彻底激发潜力，唯有破而后立。如今你本源断绝，正是涅槃之时。原来如此，我倒为何总是迈不出仙期的最后一步，距离那准地永远隔着一层障壁。许秋哥哥，请一关清明成就准地日。不，只差一步便可破开那该死的封印，今正要再封我100年。我为女帝，当镇压禁区1万年。
戒备异动，是因为我成就准帝？不对，是因为许丘哥哥。许丘哥哥，父亲曾为你留下一桩机缘，随我来。说起来，我号女帝还是有些太狂妄了。不过若是不狂一些，如何震慑萧响？大帝不出，清明你这准帝，便是天上地下第一帝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许丘哥哥，你可知父亲为你留下了什么？先祖赠予的机缘，我猜不到。许丘哥哥，请看。父亲化道之际，曾留下一句话：若是再次相见，便带你来此处。父亲，清明今日成就准帝，带许丘哥哥来看您。父亲预料到许丘哥哥还会回来，且必然需要助力，因而以万界妙法助教万法庐陵，以万法凝聚界碑，乃是万道归一之无上法。也不知道许丘哥哥能否悟透。只是观望一眼，竟然就顿悟了。万倍悟性触发，顿悟荒古镇世法，顿悟诸天星辰剑，顿悟翠血化龙术。这便是先祖传下的万法吗？但似乎还差了些什么。我明白了，既是先祖传法，这诸界妙法之中，又怎能少了先祖地法？这是本命兵器，第一先祖留给我的最大机缘，竟是一座地碑。这就是万法冰田的秘密，而开启条件，竟是瞬息之间领悟诸天万族无穷法则，又学得父亲地法，方能驾驭。与许丘哥哥比，我当真是笨得过分。还好此地的戒备还在，否则的话，对禁区的镇压恐怕就不稳固了。父亲早就料想到了这一点，你取走的地碑不会影响封印。穿越时限已至，即将回归原时空。清明，时间到了。我明白，许丘哥哥，清明希望我成大帝日能再见你。族长，你挡不住的，快走！哥哥，灵儿助你。许家生死与共。区区圣地，安置我许家昔日底蕴？杀你，易如反掌。半步大能，你何时迈入了半步大能？不，这是什么肉身？我圣地重宝，竟然无法伤你分毫！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你的牌出完了，到我了。化龙境时，我就能轻易杀你。如今怪入仙衣，便是站着让你打，你也伤不了我。哈哈哈哈哈！此乃我圣地重宝，内含防御神纹，便是圣主都不能轻易摧毁。圣地重宝，不过如此。你不能杀我！若我陨落，圣地的怒火无人可以平息。
有意思，我等着。许家听令，清剿余孽。是。赵元死了，真是废物！灭一个落的小家族，竟然还能出幺蛾子！那是什么？族长，按您的吩咐，所有从沈家缴获的资源都在这儿了。子府圣地不会善罢甘休，既如此，倒不如我们先发制人。族长，您是打算？万古青天阵起！青云当日围困大圣的阵法，既可困人，又能御敌，如今倒是正好派上用场了。不过，一味的龟缩终究没法解决问题，必须主动出击。天道至宝，本圣推演天机，竟遭反噬，此物有天大的因果与机缘，断然不能落入他人手中。圣子斩道的机缘到了，子睿，你为护道人，送圣子夺来这天道眷顾。是，圣主。通天机缘，圣子何在？弟子识悲。若是再推演下去，必定遭受道伤。没想到那落魄的许家竟还有能领悟诸天法则的仙草。叶言，你去取来。是，父亲。以如今许家的底蕴，与圣地正面对抗胜算极小，唯有搅动天下风云，才能从混乱中求来生机。如今我以这地碑为饵，倒要看看能钓出多少大鱼了。谁敢称帝？哪个敢提碑？许家不愧是曾经的帝祖，竟还有此等深藏。只可惜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许家肯定守不住祖宗为他们留下的泼天机缘了。竟是子府圣地圣子，传闻他只差一步便可斩道，无敌路已经走了一半，无数天骄、诸多大教的教主也未必能跨过仙三斩道这一道坎。子府圣子的天赋恐怖如斯。竟是道一圣子，传闻他出生时便抱着一副八卦图，是道运化身，这是未来极有可能成圣的绝代奇才。叶家妖孽叶衍，他8岁便被送入绝地，手撕大妖，最终走出绝地。可以说他的无敌路是无数天才的血与骨铸就的。地碑考验要开启了，那些莲台就是关键。距离地碑越近的莲台，考验越难，但得到的好处就越大。
虽说无上机缘肯定是圣子们的囊中之物，但我等能喝点汤就行了。这是区一个没落弟子，也配觊觎这等天道至宝。今日起，此碑归圣地联手之管，许家人与狗不得靠近拜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与叶兄倒是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听不懂吗？这碑是天场地物，有能者居之。你许家不过是一群看门狗，也配挡在本圣子面前？滚！弱小便是原罪。一个早已断了传承的没落门户，认清现实，甘为奴仆才是生存之道。此枪为界，跨过一步者死。哥哥，他们太过分了，咱们跟他们拼了！我能感应到，这是我们许家的传承。他们鸠占鹊巢也就罢了，竟然还不让我等靠近，分明是担心我们的血脉引起地碑异变，怕我们夺了最大的机缘。退下！尊族长令！这可是曾经的地族，没想到如今被堵在家门口不敢出去。这族长都废物成这副模样，难怪沦落至今。哈哈哈哈哈！到底是条识时务的狗。看在你这么听话的份上，我那侍妾的死就不追究了。另外，待会儿若本圣子得了造化，说不准能赏你一次参悟的机会。毫无胆识，废物！二位道友，我请先行一步了。集天谋，此为斩道法。我悟了，竟然是万古之前的仙三斩道法。有此法，我可勘破虚妄，斩天斩道。天哪！一炷香时间就领悟出了斩道法，这是要彻底开启无敌路了。能斩道者，无一不是可留名青史的无世天骄。此府圣子，也可与古之王者比肩。如此，圣子必将迈过斩道这一道坎，这是天大的机缘。这是太上化圣法，直指仙寺圣人，妙哉妙哉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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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座地碑委实恐怖，我等连推演都做不到，更别提临近了。不过借助这观天镜，只要不窥探地碑，倒是方便了解后辈们得了何种机缘。此圣人这观天镜，可宽四海八荒，倒是让我都有些艳羡了。长生人王谬赞了。长生世家底蕴以万年计，尤其是我这种小门小户能想象的。不错，此子心性极佳，斩道不是难事，未来或可比你更进一步。此说乃是我圣地千年难出的奇才，我欲举圣地之力培养。圣人法，这座地碑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恐怖，竟铭刻了圣人法。这道行
未来必定是我顺儿的到底。可惜道元子这老家伙也来了，否则我必斩道行于东荒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不过一痴儿罢了。说起来，叶眼的天赋才最为可怖，我倒是想看看他能悟出什么法。我也很期待。恭喜长生人王，九龙归一，血海无边，这是无双的王法。仙台五层天于叶眼而言，如探囊取物。叶家得此机缘，何该当世称雄？道元子就在此先行恭贺了。好，好，好！哈哈哈哈哈！这许家当真是我族福地。这是仙武的圣人王法，叶家的长生皇朝怕是要统领个千秋万代了。叶眼天赋当为天下第一，或许有望走那一条地路。该死，我轻易可斩到，本应该是唯一的主角，没想到现在反而成了垫底的。喂，废物，看清楚了吗？本圣子还未动用1成实力，就可轻易领悟斩道法，而你，纵然是守着这块碑一辈子，也悟不出半个字。我等外人能悟得妙法，说明这座地碑本就是无主之物，这是我等争取来的机缘。至于你们所谓的地族血脉，早已荒废在时间长河中。哈哈。要不要叫你们许家那几个老弱病残都来试试，免得外人说我们圣地霸道，不给主家人机会。不愧是长生世家，叶兄果然大度，有大气魄。圣地当真是大手笔，这等机缘都能随意送人。若是我有机会拜入圣地门下，纵然是为奴为仆也能效饷。不要理，这明明是我们许家的传承，什么时候需要他们送了？实力不济，机缘就要拱手让人。小姐，且忍，等族长成长起来，今日的耻辱，他们必将100倍偿还。我说，让你们上来试试，都聋了是吗？叶兄开口，让你们生就生，令你们死就死。如今给你们机会，不要自寻死路。可笑，竟让我领悟自己的地碑。不过也好，让你们开开眼，死个明白。等等，我改主意了，除了你这废物家主，谁都能参悟。子兄，听说这废物杀了你一名侍妾，颅顶罢了，没也就没了，不值一提。这不就巧了，就让他来参悟。若是得了机缘，正好渡入你门中；而若是天资愚诺，收了这对国色天香的脸也不吃亏。如何？叶兄懂我，就依叶兄所言。给你等一条活路。若是有人的天赋能超过我，我以长生世家的名誉作保，护你周全。可别说叶兄没给你们活路，就从你开始。哥哥，我听你的。去试试吧，我也挺好奇，灵儿你究竟能从地碑中寻得何种缘法？参悟莲台距离地碑越近，受到的威压越大，我等都步履维艰，他竟然如履平地，莫非真有几分本事？
不对，他还没停下，他在干什么？4成连弹，这是什么妖孽？只不过是地杯没有对他施压罢了。能领悟何种功法，还是要看天赋与心性。她一介女子，凭什么胜过我等？小道儿，他身为许家后人，虽然地血已废，但终究还是有一丝的。正是这一丝，让他引动了地杯异变。原来如此，只是有些可惜了。若是当真天赋了得，说不定可为我儿做嫁衣。不妨看看曾经的地族血脉，如今能从他们自己的传承中得到何种机缘？还愣着作甚？地杯不可视！这许家尽是祸害，一个毛丫头故意靠近地杯，差点损坏我至宝。不对，这股气息让关天境不堪重负的不是地杯，而是这毛丫头引动的异象。对，若真的只是地杯，哪怕只是沾了一脚，关天境立马就会崩毁，岂会给我反应时间？但他怎么可能引动这般动静？准地法。准地法，仅仅是一篇法出时，就引动了大道雷劫，这才是真正的通天机缘。哈哈哈！这女人是我的，斩道岂是我的目标？我志在地路，这准地法将为我铺就无敌路。哈哈哈！如何？哥哥，我得了一篇准地法，名曰莲下问地诀。不愧是我的妹妹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应该是第二先祖女帝清还准帝时期所创的无上妙法。这对同修混沌青莲的你来说，再合适不过。哈哈哈哈哈！说得好，你修混沌间莲，我则与你双修。他日我若成准帝，赐你许家自由。叶兄，你这是何意？说好了这女人归我，你莫是要反悔不成？我说过，她的天赋若是超过我，我护许家周全。废物，我给你一个为仆做奴的机会，臣服于我。我叶家护你们长生久世，昌盛太平。叶兄说的倒是好听，不过是打算顺便吞并许家罢了。许兄，我再提醒你一遍，弱小便是原罪。我道一圣地承圣人教化，向来有教无类。你若举足入我道一圣地，我可保你无虞。你呢？呵呵，你莫非以为自己有谈判的资格了？砧板上的鱼肉罢，速速跪拜！子府圣地答应继续让你做这个废物家主，
一部准地法，就彻底图穷匕见了。说白了，都只不过是为了名正言顺的将地碑据为己有罢了。可笑，就算我将地碑送出，岂有一人有资格驾驭？不过也玩够了，该收场了。各位都已寻得自身机缘，就请回吧。你是在下逐客令吗？你这狗屁家主，还真把自己当一回事了。地碑，乃我叶家流落在外的神物，今日我待长生世家取回，那便战。瑞叔，夏虫不可语冰，长生世家的底蕴，岂是你等能够想象的？先送谁上路？圣子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这地碑就在我东荒境内，徐徐图之方是正道。叶兄，莫要因为小事伤了和气。叶兄，我说，你们在这儿争夺主权，问过我这个主人了吗？问过你？问过你？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这废物，还真把自己当成家主了不成？4个斩道在此，更有3位圣子，岂有你说话的资格？圣子，何必与私人废话？老奴这就摘了他的头颅，以祭叶家血气。蠢货，斩道一击，就连我都不一定扛得住，这废物定然连灰都不剩下。无知，你莫非以为自己的肉身能比肩圣体？斩道的力量下，纵然你是王者至尊转世，面对境界差距，也只能隐。斩道高高在上，今日我便斩你道途。肉身成圣，若是夺来这具肉核，仅凭肉身玄意便可通圣。此子过于蹊跷，诸位合力杀他。圣体与地碑的分配，完全可以等各家圣主到了再议。井底之蛙，刚领悟神魔炼体术时，我的肉身就已经等同圣体。如今受因果劫锻造，又得混沌青莲本源滋养，早已不是区区圣体提比的了。准地法就让你们如饿狼扑食，那地法问世，又该如何？去。逃！他只有一人，追不上我们3个。逃得掉吗？徐兄，错都在我，我自毁一臂，只求一条生路。弱小，便是原罪。
哈哈哈哈！是你逼我的！这枚丹药足以助我短暂获得圣人战力，堪称半步圣人。而血卷更是蕴含我父亲全力一击，杀斩道都如屠狗。你死定了！完了，父亲全力一击都拦不住，我即便是半步圣人也必死无疑。刚才你说许家人与狗不得入内，许家主，我自负圣地，愿与许家结盟，甚至助许家重归地族之巅，只求您饶我一命。区圣地，安敢议论地族？庶子，他还想做什么？看够了吗？想要地碑的，我在这儿等着。但下一次，我要杀的就不只是圣子了。黄口小儿，该死，该死！那地碑果然有古怪，否则区一个没落地族的杂种血脉，怎么可能伤到圣子？至于灭杀斩道境之能，更是假借地碑之力。不错，若取来地碑，损失一个圣子算什么？得一地碑，我三族或可齐齐飞升地族，傲立人族之巅。走，那地碑再不凡，终究是死物。我等旗帜，天下何处不能推平？黄口小儿，你毁我叶家血脉！今日本王要将你神魂点天灯，万世不得超生！许家余孽，真当有一座破石碑就能翻天？今日圣地联手，踏平飞云城，何必自误？拜我等为师，献出地碑。尚有一条活路。最大的遗憾，上钩了，上当了。不可能，他只不过是凭借地碑发挥出超常战力，实际上只不过是仙一的蝼蚁罢了。一力破石会，纵然他有千般算计，在本王的修为之下，也只能哀叹。叶长生，你竟只顾自己活命，这般不讲情义！堂堂长生人王，无耻！地位之下，准帝都得俯首，区圣人王算什么？族
长无敌，许家无敌。圣地算什么？长生世家算什么？我许家有许丘。哥哥，我也想像你一样，我也想帮你杀敌。如今，叶长生三人都受了道伤，虽说只是一缕地威，但也足够他们喝一壶了。短时间内，许家应该能迎来安宁。不过，岂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？既有虎狼环伺，那便屠虎宰狼，以圣地与长生氏族的血，铸就我许家登地之路。登地，登地，登地，登地！差点就忘了大事。这地碑，终究是我许家的，还没来得及让族人们测试潜力。许家族人依次前往地碑参悟，这是先祖给我们留下的机缘，也是我地族真正的底蕴。诸天万般妙法尽在其中，除了地族，谁有这种手笔？遵族长令。多亏了族长，若非您为族人提升血脉之力，岂能人人如龙，个个都有望登临仙台？连我这把老骨头，未来都能一窥斩道。多谢族长，等我成就圣人，天天给族长端茶倒水。等你成了圣人，到时候就是准地跟你抢这些杂活了。好了，功法终究只是一条路。想要走到那一步，还得靠自身的努力，都去修炼吧。遵族长令。这三人虽然菜得像半步大能一样，但却身怀至宝，显然都是各家圣地不计成本培养的接班人。这3件至宝，既是他们的修为本源，又是他们未来走向无敌路的依仗。若是我尽数吸收了，或许能连跨几个境界。还好我有系统，能快速吸收灵宝与丹药等等，否则的话，还真有点头疼。我倒要看看仙三斩道这一关究竟有多难跨过。第5日，我突破仙2大能境；第8日，仙2巅峰，冲击仙3斩道。如今整整12天了，我还卡在仙2巅峰，迟迟未能斩道。这一步果然是天谴。这纵然是地族的天骄，花费数百年方跨出斩道那一步都不奇怪。族长区区12日，竟然觉得太长了。我族那位经验古今的女帝，历练200年才斩道成功。哥哥未来绝不会比我族任何一位大帝差。还差一些什么？
就差一点。何谓斩道？为何斩道？无论是第一先祖，还是清明先祖，他们的道都固定下来了。一个一力破万法，所谓地法鸿蒙断，其实就是极致的力。而清明先祖，则以青莲化道，掌控生灭，演化地狱。而我，身具万法，却是杂学，不能归一。我欲斩道，须得令万法回一，才能迈出这最后一步。难怪都说，越是精彩绝艳的人，越难以斩道。寻常天才斩道，可能只是明晰自身的道理，而我斩道，必须将诸天万法合一，甚至这其中还有5大地法。不过，这才是我要的地路，不，这是成仙路。万法归一，地道始成。唯有沾染大地气息，才有可能诞生的混沌红莲劫。我如今不过破开斩道瓶颈，竟有如此声势。哈哈哈哈哈！第一先祖清明，请试看，同为斩道，我与你们谁更惊艳？区区地道雷劫，也敢拦我？仙三斩道！万道归为一道，是为地道真解，这便是我斩出的道。那么，也该和圣地算算账了。世人都知圣地一怒，天地失色，那我这匹夫一怒，圣地又该如何？圣主伤势虽未完全恢复，但已能动用圣人的滔天法力。我料定那许家此时也是强弩之末，此时杀上门去，定然能摧枯拉朽。许丘那黄口小儿乃是借了地碑之力，而地碑祭出地道法则后，断无可能再来一遍。如今的许家，人人可欺凌，我圣地灭杀之，当不费吹灰之力。这是，我是在做梦。碑是地碑，它感应到了我子府的召唤，自动震落于此。天佑子府！都说至宝有灵，许丘那小畜生定是驾驭不住。
而地碑则自动追随明主来到了我子府圣地。今日子府圣地除名。我正愁不能镇杀你，如今竟自己送上门来。结阵，杀了他，夺地碑。该死！还愣着做什么？启动护山大阵，将他镇杀在此！无知小儿，若是在圣地之外，我或许真怕了你。但这里是我子府的地盘，山岳地脉护城，更有无上大阵。你如今是瓮中之鳖，死路一条。就用这圣地为我地法祭旗。我的圣地，我子府万年基业，竟毁于一旦！许丘，你该死！该死！该死的是你！我许家堂堂地族，纵然没落，却也不是圣地能招惹的。斩道，你怎会迈入斩道？明明1月前你才刚刚抵达仙一。送你上路。想跑？老祖救我！子府将要覆灭，请老祖出关！小友，本座乃紫炎大圣，人你也杀得够多了，可否就此结果？当日子府圣地指使沈家灭我许家，谁来接果？子顺来夺我许家地位，谁来接果？子无相谋图再次攻杀我许家，欲斩杀除根，又由谁来接过？小友，须知大道5时，天眼49，人遁其一。此事到此为止，各自留一线，否则本座沉睡5000余年，倒是不介意出来动一动筋骨。废什么话？来战！5000年过去，世人竟不知我名姓了。也好，我便折损些许寿元，出手一次，也让你知道，区区斩道，在我面前也与蝼蚁无异。5000年前，本座以9座龙脉镇压生机，长存至今。不曾想，竟被你这小辈扰了清梦。杀你不足以弥补我亏损的寿元。老祖，夺来地碑，那座地碑有准地法，或许能助你迈出那一步，练出一缕地威。好。好，如此倒不枉我出关一趟。这哪里是我子府的灾祸，分明是天大的机缘。
今日老祖我得以至宝，或可走上帝路，是为大喜。恭喜老祖，贺喜老祖！恭喜老祖，贺喜老祖！先别急着道喜，等我拍死了这只蚊子，再举行大殿，天地与我子府同庆。不愧是大圣，虽然自封了5000年，却也非我所能取敌，力量差距太恐怖了，即便是神魔体，也决然扛不住。呵呵，9座龙脉阵风，好大的手笔！若是借这9条龙脉组成护山大阵，我岂能轻易杀上门来？说到底，不过是嫌活得不够长的老乌龟罢了。小辈找死！老祖的两掌，纵然是叶长生来都必死无疑。我是斩道，再逆天也有极限。今日你十死无生！至宝怎么可能被人掌控？逃！我若是被波及，必死无疑。老祖，不！此物乃从一座地坟中取出的棺椁，为此界至宝。我不信你还能毁了它！不！我欲活出第二世，我岂能死在一个斩道蝼蚁手中？我乃古之大圣，我欲正道成帝，我成了，我要成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族长，这子府圣地万年的底蕴太恐怖了。当日从沈家缴获的战利品不足如今1/1000。哥，咱家族有钱了。不用节省，再多的资财，终究不如转化为自身的实力。所有修炼资源，全部用最好的，让族人们以最快的速度提升。遵族长令。族长，这是整个子府圣地最为贵重的一批资财，用在我等身上属实太浪费，唯有族长才能物尽其用。不错，我正缺天才地宝巩固修为，斩道还是太弱了。若是没有地碑，说不定就会陨落在大圣手中。哥哥真是越来越过分了，这才仙3斩道，竟然已经看不上仙6大圣了。不过，这就是我的哥哥，必将无敌于天下。还是这里更舒服。习惯了小地方，突然掌控圣地这么一大片领土，倒是有些不适应了。
以我的吸收速度，竟然足足用了10天才耗完。这圣地当真是阔绰的过分了。之前太弱，家族也危在旦夕，我一直不敢去探寻父亲的下落。如今也该是时候了。圣地觊觎我祖地，父亲又莫名出现在东荒禁地之中，我总感觉这2件事情定然有所联系，其中恐怕有滔天隐秘。此处曾布置过禁忌阵法。万倍悟性触发，正在推演阵法。父亲，谁干的？我许丘必报此仇！这些荒兽对普通修士而言是恐怖灾祸，与我却不足为道。甚至，我可以借助他们找到些许线索。应该就是此处了。抓了上百只荒兽，总算是得到了些许线索。等等，这是传送阵，恐怕毁阵之人也想不到，世上竟有人能逆向修复。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谁，又是在下一盘怎样的大棋？竟是叶家，本来我还想让你们苟活一段时间，现在看来不必了。正好，今日寿辰也是你叶家的忌日。大罗剑宗送上万年龙眼果1枚，祝长生人王福如东海。天玄圣地送上圣人精血3滴，祝长生人王万寿无疆。道一圣地赠道图1张，望长生人王早日踏上地路，成就准地。诸位破费了，今日本王与诸位无罪不归。长生人王寿辰，我姬家自然要送上一份大礼。此乃涅槃草，可延寿500载。不愧是地族姬家，连延寿500载的神草都能拿出来。到了这等境界，能延寿500载，更是足以令无数圣人、王者都疯狂，甚至大圣都能为此大打出手。哈哈哈哈哈！姬家弟子光临，我叶家当真是蓬荜生辉，还请上座。诸位，人都到齐了吧？那么我宣布，寿宴就此开始。且慢！这是我儿的本命神兵，是你，许丘，你
你找死！来者皆是客，我是来为长生人王贺寿的。此乃我斩杀一只蝼蚁后缴获的神兵，今日奉送长生人王，顺带着送长生人王上路。你当真以为我杀不了你？今日我让你血染世家，贺我寿辰！冒牌地族也敢嚣张，让本王介绍一下，这位乃是当代地族姬家弟子姬玄，真正的天皇贵胄地道种子。冒牌地族，这世间竟有人敢冒充地族，甚是有趣。上古地族许家，不知姬弟子可曾听过？没听说过，没看到地族风范，倒像是落魄的丧家之犬。上古地族算什么？姬弟子乃当今天同辈第一人，与姬弟子相比，这所谓的许丘不过如同摇尾乞怜的狗罢了。今日长生人王寿辰，普天同庆，连姬弟子都亲自来祝贺，反倒是来了个寒酸的不速之客。许什么来着？看在你祖上曾经辉煌过的份上，跪下来对着长生人王磕3个响头，本弟子做主，让长生人王饶了你，如何？都凭姬弟子做主。好，我倒是忘了这一招。正所谓血债血偿，你既杀了长生人王麒麟儿，那便磕完头自然于此。本弟子可放过许家其他人。说完了吗？好胆色！本来只想赐你一死，现在本弟子改变主意了，我要抽你神魂，让你生不如死！不愧是姬弟子，这等神通，当之无愧的天下同辈第一人，这是必然踏上地路，正道诸天的传奇人物。姬弟子一言九鼎，怕是真要让那冒牌货生不如死，那冒牌地族要完了。居然有金身护体，我倒是有些小瞧你了。那本弟子就亲自出手，收你做我的坐骑，这才符合本弟子的身份。给我跪下！你怎么可能破我至宝？哼，罢了，终究不过是井底之蛙。本弟子让你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地族底蕴。地法罢了。弟子不过如此。姬家地兵，虚空镜，一脚残面降临，震杀此妖！地位，真正的地位！虚丘，在这地兵残念之前，你连蝼蚁都不如。我看你拿什么挡？给我跪下受死！区区一道死无的残念，也配让我跪？怎么可能？那可是地兵，即便是一脚残念，都足以斩杀大圣。
你凭什么挡住？大虚空术，断！我叶家千秋万代的蜈蚣仙岛毁了，我们怎可能与地上的蝼蚁一般？唯有高高在上，才符合我世家身份。长生人王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是如何清算叶家的。徐秋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以为姬玄贵为弟子，为何会向本王这个圣人王贺寿？你以为叶家为何能长存于世？今日我虽死，但叶家将永世不朽。废话真多。找到你们的狗窝了。父亲，好一个叶家，这9人竟都是曾经的地族血脉，以炼血大阵抽取地族血脉来延续寿命。原来这就是叶家的长生之道。天理不容，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斩你这老畜生！不归三界，不入轮回，无奈不亏大地，何人饶我清修？你也配称帝？也敢叫做清修？以血为食，侵吞气运，这种活法简直恶心！好纯粹的地血，你的血脉竟比当世地族更精纯。等本帝吞了你，彻底迈入准帝境界，这天下的规矩便由我定。果然太勉强了，境界差距太大。哈哈哈！圣人蝼蚁也妄图撼动准帝之威，竟然没死！你这小子究竟是何来历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肉身成圣，完美的肉身道果。若是夺舍了你的肉身，本帝无需外力，仅凭此躯便能直入地路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真是天赐我叶家，天赐本帝的绝世机缘。以地碑碾灭你，终究是没法泄愤，唯有拳拳到肉，将你轰杀成渣，才能洗刷以人族众生为血食的仇恨。你疯了，还是我疯了？圣人蝼蚁竟敢妄言轰杀一尊准帝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敢来！那是我叶家无数岁月的积淀，是本帝成就道果的资财。给我住手！
那是古籍中记载的仙路入口，成帝的契机竟然再次出现了！天庭出，地路开。传我帝令，姬家上下不惜一切代价入主天庭。成帝的契机，吾等自斩一刀，沉睡万古，等的就是今天。一群蝼蚁，都给我闪开！本帝今日必入天庭。一条老狗也敢觊觎成帝奇迹，尔等皆为地族姬家踏脚石。禁区之主一次性复苏了3尊。玄儿，我以阵势中燃烧寿元为你断后，你速入天庭，夺取大地道果，快去！孩儿定不负所托，待孩儿成帝，必将带领姬家举足飞升。你竟拿我当祭品！玄儿，你的死是姬家万世之计！天庭是我的了，老夫才是这一世的。成帝长生，你也配？死得好，死得好！人族蝼蚁，胆敢阻我等地路，死！万古之前，先祖能镇压尔等，今日我亦能。吾许丘今立天庭，掌天庭者当护佑人族，镇压禁区，扫平黑暗。吾在，则万事成平，万道归一。